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亚珊，欢迎收看1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安南区大约有50外界土地种样旁过，但因为这阵仔拢无落雨，造成严重欠水。再加上因为安南区毋是法定灌溉区，所以农电水利会无送水到这个区域，造成有9成以上的样旁过打死。农民求助立委陈廷辉以及副议长郭信良，希望会当想办法解决欠水的问题。所以，咱看到一大片土地，将近2甲，全部拢是种洋芳果，但即马煞因为无落雨，佮加上安门区毋是法定的灌溉区，造成完全无水通去用，规个土地打。即寡还未完全大汉的洋芳果，只有等待打死的命运。农民即几冬拢拄到同款的问题，已经亏损连连，也因此因求助立委陈廷辉甲副议长霍信良来替因讲出心声，希望会当协助因解决欠水的问题。我伫这2趟前曾经向农委会主委伫咱经济委员会来论战，就是因为这个水，因为农委会主委讲叫农民搬半桶来压水，迄当是陈宝基，我记忆非常深刻，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是问题当中，咱农委会无法度互农民有信来干，所以2冬后，我会当甲家讲，都是欠水，毋是半桶压水无压水，大家看，遮尔大片是要安怎压水？所以就是无灌溉区，无灌溉水源，所以等于着无雨，阁无灌溉水源，水利会阁无协助放水，相信整个就产生今仔即个问题。结果所有农民拢了解全部，所以咱希望讲，咱农委会、农粮署、农改场1个月内爱将所有的问题专案，水要对倒来，到底阮南区会当种洋芳果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们的农民对政府没有信心。咱们这个灾害是非常的可怜呐，百姓连连上演呐。啊，你旱害，你抗旱无水，啊，你无水了，上个起码水利会你要放水啊。啊，了农改场认为讲，啊，这个土质无适合栽种，无要紧，你个公告遮都无法度栽种啊。啊，农民家要抢尽家己的问题啊。啊，这边怎处理？啊，结果来反映，照你讲，市政府编了一点，啊，特别有预金要做旱害补助，结果嘛无来执行啊。啊，原来咱安南区的栽种面积要到300甲，啊了，真早了剩50几甲，啊50几甲，你若到处真正无法度栽，你爱甲这农民讲了毋通去栽啊，安尼毋则对，有为的政府是安尼做，毋是啊，放死囡仔体啊，啊，逐当来这会勘农民，大家拢操练教，有为的政府毋是安尼做，因为就毋是安尼做，真正替这农民真心酸啊。一同前来会勘的农粮署南区分署的人员以及市府农业局看到安尼凄惨的状况，整个土地拢无法度引水来灌溉，而且不只是这，整个安南区种洋芳果的所在拢是同款的状况，所以因来向立委陈廷辉承诺，会伫咧1个月内找到适合灌溉水源，同时针对着安南区到底有适合种洋芳果无，进一步来重新做评估。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地方法院原本有检台造型，但伫1970年所被鉴定为危老来拆除，而多年后被内政部列为二级古迹来进行修复，但原来检塔却无法度再次呈现，让真侪人感觉相当可惜。对此，议员李文正想要特别甲刑事法院副院长陈仲模做伙召开记者会，要求恢复原貌。议员李文正想要邀集到刑事法院副院长陈仲模以及在地乡亲做伙召开记者会，要求恢复台南地方法院的检塔。因不满这个伫1910年建设完成的检塔，伫1970年所被用危老的名义拆除，所以极力争取恢复原貌。国民党啦，蒋介石集团的下底啦，含这艺术家都唔敢讲话。啊，讲说是围楼，伊就讲围楼，啊，就甲卡起，就甲卡起。所以这本来研究遐那济啦，古迹个复修的计划啦，拢无讲其他的代志。你想看，含这个学者都无啥敢讲这个代志。
啊，这是今仔在座大家吼真勇敢来遮讲，台南的古迹有这物，大家真正努力甲回复。当然，司法院是属中央，这个国会啊，这个咱就有人爱来做这个代志，但是呢，这个咱的法院伫咱的台南市咧，你台南市政府，咱更加咱就爱做咧，所以咱迄是要做甲毋做尔啦，对此，文资处表示，针对古迹修复的部分，必须要收集大量的原始图来作为修复的依据，才有符合古迹保存。那么，就必须用艺术手段，以公共艺术的方式来重新呈现。但是，张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台南农民辛苦栽培的农业产品，拢会当行销出去，店市长陈选林黄伟铁打算结合中央的力量，在日本东京设立城市行销办公室，积极替农民发声。市长陈选林黄伟铁服务处堆满美容、沙白鱼加工品甲后壁的冠军米，主要是农民辛苦的结晶，嘛代表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毋过，好的品质欠缺行销得做可惜，加上北米年产27万吨拢过村，所以农民一听到黄伟铁要将农产观光伫日本设立办公处来行销到国际，拢相当感动。可以让整个台湾农业，让日本，让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农民的认真，相对的，我们农民也可以学到日本人他们对品质的坚持跟那种对品质的要求那种态度啦哈，彼此之间有个可以更加的成长啊，让我们的农产品也更加的提升，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农民的辛苦，然后一起来扶持农民的生产，让农民有持续栽种的能力。对此，黄伟铁表示，虽然台湾甲日本一直保持友好关系，不过农业贸易一直拢无对等，所以嘛将积极协同中央伫东京嘛设立办公室，替农民发声。今天我们提到一个在东京要设一个办事处，东京办事处不是设在那边养人养蚊子的，东京办事处因为东京是国际的东京，不是日本的东京而已，东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着外交部跟观光局以及我们农委会的协助，希望将来台南市政府或者是独立，或者是跟人家这个协力，能够在东京能够设一个行销我们台南观光农产的这个办公室。那这个办公室将来当然成本是要考量的哈。这个如果我们希望说能够真正的带动，从数字上可能看到带动对台南的观光行销。对台南农产行销，把日本观光客从日本带到台湾来，把台湾农产品从台湾带到日本去。我们觉得这部分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会长黄伟铁透过网络视讯，嘛甲日本作家以奇妙连线互动，听出伊对着该项计划想法，希望透过伊的力量，持续替台南行销。一听就感觉到非常棒的事情，那也希望赶快可以在东西看到这个台南的办事处。多年以后，透过伫东京行销，农民嘛希望借出学习日本人的精神，互相交流。但新闻顾问及郭国义采访报道。目标要骑脚踏车是大台南37区的市长陈选林、陈廷辉，下晡伫六甲区的服务站出发，受到侪当地的民众以及新住民姊妹的加油打气。陈廷辉也答应投入更较侪资源，打造一个无共款的六甲，同时也会推出相关政策，让新住民顺利融入台湾的文化当中。六甲地区民众的热情，将规条街啊拢开甲满，因拢是前来支持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同时也为陈廷辉的铁马行加油打气。伫咧下午车队布置的现场，也有侪来自印尼、来自比利时，也有来自对岸中国大陆的新住民朋友，拢前来收听。陈廷辉也表示，伊会更加积极来发展六甲地区，同时也会上较侪伫咧教育以及文化方面的政策，来帮助新住民融入台南这个大家庭当中。咱今仔日第3天，咱对六甲出发。
咱希望讲会当互咱大家有一个无共款，咱有足侪咱的难度，咱嘛有足侪咱的想法，但是上主要是咱要用行动力，要来甲大家讲，只有陈廷辉会当解决着咱边缘化的问题。咱嘛要感谢着咱今仔新住民所有的好朋友，咱的好姊妹做伙徛出来。其实，咱的新住民其实就是咱台南的查囝，嘛是咱台湾的查囝。我相信咱就是爱甲疼惜，咱就是爱用更较侪无共款的关怀来互因更较侪温暖。尤其伫这段时间，我的服务处常常有接到足侪咱的好姐妹，其实她们所需要的是更关怀的一些力量，所以因会当到服务处和我讲因的心事，而且我会当对因所心内的想法，会当见到更较侪会当帮因协助的所在。尤其对教育的问题、文化的问题。陈廷辉除了甲支持者握手指，随后也到新安宫妈祖庙上香祈福，祈求铁马行顺利。伫咧乡亲一片的支持声，看到新市长陈廷辉的热烈气氛当中，出发西行六甲区。陈廷辉也表示有乡亲的支持，伊徛搁较久嘛袂忝，伊也要用安尼行动力，展现伊执行行动政府的决心。台南新闻网就好采访报道。为了让更较侪民众了解台南市在地的客家文化之水、甲发展的历程，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以及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特别甲本台合作，推出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单元。第一节，咱特别带观众朋友透过美食来看客家话要安怎讲。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晴。小邓老师，刚刚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客家美食的照片哦，光是看照片呢，就让我一直流口水喽。冇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我老大家來介紹客家飯呢哦。客家飯呢？什麼是客家飯呢？哈哈，就是好多人講嘅粿呀啦。哦，原來客家話說的飯呢，就是我一般說的粿呀哦。係呀，客家人好食飯呢，沒懂味大飯呢哦。小鄧老師，等等。大阪为什么又要大阪呢？我们不是在讲客家美食吗？怎么变成做衣服要打版呢？小晴啊，大阪就会制作板石啦。哦，原来大阪就是制作板石哦。係呀，節目到呀哈，你可唔可以兩隻詞彙咯？ID 就是扮呢跟大阪，哈哈。很强哦，冇錯，就係扮呢老大扮。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什么样的客家美食呢？客家美食有分主食類、老點心類。今日我老大家先講點心類。我喜歡，那快點告訴我們吧。早期嘅客家人啊，大部分有耕田喺度哦。除了有種蓬萊米，也有種雜米、老糯米。然後呢？客家人啊，非常嘅生巧，無論係蓬萊米，也係雜米、老糯米，全部都做得拿來打扮。蓬萊米跟糯米我聽得懂哦，那另外一種米是什麼米呢？雜米就是再來米啦。雜米就是再來米哦。老師，那這些米可以做什麼樣的點心呢？啲客家人啊，家小青有門都講雜米，出來講雜米，佢做得做板條，有的人講很多麵趴板，雜米還做得做水板呢，也有人講碗板呢，還有好多人講碗粿啦。另外有講到米大肉，客家話就講到米糍粑。板條叫做麵趴板，那我們台南人愛吃的這個碗粿叫做水板哦。米苔目就叫做米糍粑，哇，真有意思哎。還有啊，就係當東嘅愛食嘅糍粑，糍粑係糯米做嘅哦。
当人都当好食。哎，ID 就是要沾着糖粉跟花生粉的，叫做糍粑。错，就是糍粑。糍粑在你客家美食点心的地位当高哦。哎，地位很高，这怎么说呢？在客家上面的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好事也是坏事，都会打糍粑来抢人好食。哎，这又怎么说呢？因为客家人啊，当好客，故说在抢人好吃饭之前呢，让人哈会都是要，故说就会打糍粑来抢人好食。哦，原来是这样哦。小琴啊，我问你哦，糍粑你吃过嘅是甜嘅是么？哎，是啊，那糍粑不是都沾糖粉来吃吗？嘿嘿，俺到客家人吃糍粑没有是咸嘅哟。哦，这么特别哦。系啊，客家人会留料嘅糠肉米啊，又到碗香，再个留料嘅糍粑端一盘放到碗香，为这个时节啦，就会留料嘅糍粑煎一些啲来煨糠肉米。嘅糠肉米加定嘅糍粑来食啦，整件好食到什么都会吞落去哦。哇，客家美食点心哦，真的是名不虚传呢。系啊，讲定啊，人到好客之家，客家学堂美食篇，根本日就介绍到了咯。以下我来你观众朋友讲，真来了哦。哎，真来了，真来了。新口棍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在食安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就是爱检验确认。在过去拢爱送到中央。不过，为今年开始，市府卫生局新立的检验中心就会当处理。23号即天，就伫卫生局东兴办公室举办甲办仪式，有信心未来面对食安问题，会当大大提升检验效率。近来食品安全是大家拢非常关心的议题，那拄到类似的情形，如何以上紧的速度来检验确认，就非常重要。市府卫生局特别伫今年成立检验中心，以食品甲农产品检验为主，3号举行甲办仪式，由代理市长李梦燕、卫生局长陈怡甲贵宾代表拢出席，表达重视，也希望透过检验中心的设立，提升咱市自行检验的速度甲品质。送到台北再送回来，样本送去再送回来，至少要一礼拜。今嘛咱家己检验1天2天可能就出来了。所以第一个速度会提升，对市民，尤其在食安，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安全、农药残留等等，有时候是需要快速的、第一时间的一个处理啊。所以这个对于速度的提升，有助于保护市民的安全。那第二个是这个精准度、品质的提升。我们这一次增加了将近5000万的这个检验仪器，那么如果加上原来的检验仪器，还有 FDA 送给我们的，咱这个检验中心仪器差不多几亿，可能有超过1亿的这个价值，所以我想民间的检验单位要有这么好的设备，用1亿来买设备，要用这个1亿，我看那个折旧的都袂好啊啦，所以也只有政府能够不计成本的来投资，就是要提升这个检验的精准度。
检验中心正式营运，将以上界先进的设备提供上界精准的数据，维护食品安全，为市民的健康来把关。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限制各不用塑胶袋的政策，市府环保局为去年7月开始宣导，并且第1号正式启动动工，由环保局长林建山带队，展开首波调查14类行业，总共171件店家，调查结果全部符合规定，显示环保局在半冬内宣导的好成绩。限制各部用塑胶袋的管制对象由原本的公部门、学校、保险公司、便利商店等7类，对元旦开始增加药妆店、饮料店、通信业者、册店等等，总共14类管制对象，并且在1月1号由环保局长林建山带队调查，现场宣导检验塑胶袋的重要。调查发现，店家对这项政策拢非常支持。没有，目前我们只有这个单店经营。那你的品牌名称叫？燕高生，对。从今年1月1号起，环保署配合环保署的限制购物用塑胶袋的政策，那台南市总共列管的将近9000多家的行业。那在这些行业里面，我们从元旦起就由局长亲自带队来进行这个抽查作业。那抽查至今大概有近200家的行业，那目前大概都符合规定。那部分行业是有反映说，部分年龄层还是有索取免费塑胶袋的习惯，但是经由店家宣导之后，他们也都愿意配合。那许多店家也反映说，有许多民众其实都蛮配合这个政策，除了自备自己的购物袋以外，那也都主动不索取这个塑胶袋。环保局嘛呼吁管制对象爱多多响应塑胶袋啊减量政策，卖主动询问消费者敢是要买购不用的塑胶袋啊，而且鼓励民众爱家己准备或是重复来使用，减少只使用一摆塑胶袋啊。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天气，温度18度到22度，日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1月3号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亚珊，咱再会。